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3月23，彼得前书1章24到25节安尼讲：因为肉体拢亲像草，伊的阳光拢亲像草的花，草焦火谢，独独主的话永远直直。这个话就是所传予恁福音的话。三个来祈祷，独独你的话永远直直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，你是古早、现在、直到永远，永无改变的全能上帝。主啊，你的阳光远过诸天，你的信息直到万代，你的慈爱永远直直。主啊，阮来到你的受恩宝座前，要来献上阮的懊恼甲尊重，因为你的名至悬至大。主啊，当愿予世界吸引，追求短暂荣耀的事，求你予阮清楚，一切拢会过去，因为阮的肉体亲像草，阮的阳光拢亲像草的花，草会焦，花会谢，独独你的话永远直直。主啊，求你予阮无予环境影响，乃是条条你真理，通得到稳固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